各位港澳嘅街坊睇過嚟啦，佳景康城呢度咧，終於都出咗個複式單位啦。買140平嘅屋企咧，就可以擁有一個180平嘅屋企啊！嚟過嚟由呢個陽台開始感受一下嚇。入戶呢個位置咧係一個獨立嘅空間啦，大概係有8個平方，完全係贈送嘅。呢個門咧都係膠標嚟噶啦。咁廚房出去咧有個生活陽台，客廳出去又有個陽台，係一個雙陽台嘅設計嚟噶啦。咁喺呢個小區咧，介有高端嘅會所、行lang泳池、健身房，全部都係有嘅。樓下咧就有巴士可以直達香港噶啦，又有巴士可以直達拱北關口噶啦。一樓咧有3個房加2個廁所嘅。其中呢度係一個主人房，雙主人房嘅設計嚇。2樓仲有一個主人房嚟嘅。咁呢個房咧本身咧就係一個單獨嘅房，依家做咗入主人房嘅一個套間入邊去嚇。帶埋浴缸1樓嘅房，咁我哋2樓房都係帶埋浴缸嘅。咁我哋上2樓睇睇。咁我哋樓下咧就有2萬平嘅商業街啦，衣食住行咧樓下就可以解決噶啦。500米咧就係明珠輕軌站，咁咧可以輕鬆接駁全國。咁我哋再1公里左右啦，咁我哋3個會員店啦都係喺附近噶啦。呢個主人房咧都好大噶啦，所以實用係去到180方嘅。入嚟感受下。咁個衣帽間啦，包括埋浴缸咧，全部都係標配嚟嘅。如果近期大家想買啲大戶型雙套房嘅咧，可以嚟呢度睇睇啦。